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新的2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第一条消息，宣召公主号顶头19个台湾旅客伫早暗坐包机倒转来咱台湾。这些旅客落飞登机了后，随坐救护车去指定的病院检验。魔术师单日先伫上尾时才摕到检查报告，甲再验无病毒，顺利坐到专机倒转来。终于落地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从来没有一次降落回到台湾这么开心过。戴面大挂水安，穿全套隔离衫，包括魔术师陈日升在内，总共19位宣召公主号顶头的台湾旅客，坐华航包机登到台湾。暗时9点半飞机到位，地勤甲机务人员也拢穿隔离衫。飞机顶的乘客落飞机时阵，全程穿隔离衫，挂外裤、水安，也个护目镜。真的要感谢太多人。那目前我们包机都很顺利，已经结束了，在钻石公主号上面的第一关，接下来我们要面临回到台湾的第2关。不过没关系，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相信台湾的医疗体制。经过20几天，伫咧宣召公主号顶头隔离检疫，才完全确定身体健康，才让坐包机返来台湾。本来算时间，包机差不多暗时10点半到桃园机场，不过班机是提前差不多40分钟到台湾。旅客落飞机了，伫咧机棚先经过严格防疫检查，以一个人坐一台救护车为原则，红某最近坐一台，离开机场到3间玻璃病院做进一步的采检。过去14天里面有症状的人，让他坐在另外一个区块；14天之内都没有任何症状的人，大概我们会让他坐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区域。那因为飞机呢，基本上是150人左右的飞机，所以应该是够宽敞，也可以做相关的一个区隔。一站一站的安排，就是一定要把防疫工作做到正密。指挥中心讲，伫病院采检2遍阴性，也管经过专家甲医生判定，是毋是离开病院到集中场所隔离14天。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昨宣布，搁再2人得到武汉肺炎，患者分别是第27个查某孙甲慢查某囝。台湾目前计共26件诊断确定的病例，那第27个是按倒位划到病症，现时搁在调查。武汉肺炎疫情摊烧，国内个新增加2名确诊个案，是8部60外岁，也都是按24个查某孙甲带做伙生查某囝，是家庭团体感染，2个人拢无国外旅游史，目前感染源正在调查。算是一个家庭内的一个亲密接触者，这2位是我们的25案跟26案。那目前我们匡列的接触者，总共是391位。24案会引起各界关注，是因为伊无国外旅游史，退休了后生活单纯。顶个月因为感冒，伫22到29之间4摆到诊所看病，因为镜头加重，29暗到病院急诊。经过检查，诊断是肺炎，30收治住院，因为病情恶化，2月初10带伫监护病房，17通报采检，转到负压隔离病房，第19确诊。另外24案的查某孙也都是25案，是伫1月2日出现咳嗽的症头，30日因为发烧看病，因为继续有咳嗽的症头，搁伫2月初10日看病，12到病院探视外5分钟。26案无发烧，也是呼吸道症头，因为药车酸捌伫2月初9到13看病，目前已经trả押这件家庭团体相关接触者拢总391人，已经采检169人，其中2个人确诊，143人阴性，其他检验中。但是中强调，疫苗毋是乌白乱抓，是通过严格的过滤甲体检。有人在讲这几个案子，他1月16号发病，1月22号有症状，那可能他的传染源到1月8号，那1月8号以前在选举，所以很多的大型的活动在展开，那是不是在大型的活动里面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在科学上，我们不敢否认说我完全都没有可能。因为武汉肺炎加 SARS 高度亲像过去多数 SARS 的病人，拢出现肺部纤维化，也互外界烦恼武汉肺炎的感染者，敢是也会出现类似的症头。案一这个病人后来顺利出院，那他的电脑断层扫描是看起来还有一点纤维化的变化，那肺功能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张尚顺表示，目前住院治疗的武汉肺炎病人，除了第24案多数属于轻症，少部分住院了后出现肺炎的状况，到即马也被解除隔离出院，主要原因是采检结果无达到相应标准，也毋过整体恢复情况拢算袂歹。记者综合报道。南韩武汉肺炎那变那严重，今仔早就增加100人治病，其中患者伫大区的比例占上济，所以韩国政府伫昨甲大区指定做武汉肺炎特别管理地区，呼吁因的民众较莫出外行大。平常时真热热大区市街路，即马变甲零零清清，只剩穿防护衫的卫生人员，沿路全消毒油剂。韩国伫21全国新增加病例当中，大区市伫全国占相当悬的比例。中央政府伫紧急会商了后决定，将大区指定为这波武汉肺炎疫情的特别管理地区。 최근 확진자가 급증해 어려움을 겪고 있는 대구와 경북 청도 지역을 감염병 특별관리지역으로 지정하여 특단의 조치를 시행하겠습니다. 최대한 빨리 접촉자를 찾아내고 확진자를 치료하는 것이 시급합니다. 병상과 인력, 장비 등 필요한 자원을 전폭적으로 지원하겠습니다.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指出，大区会出现这种紧急状况，是因为一个叫做新天地耶稣教会新的宗教团体，伫近距离接触因群的聚会当中，一天之内出现35名确诊患者，占大区新增加病例85以上。报道佫讲，参加这间教会信徒差不多有3400多人，调查发现其中409人出现好亲像武汉肺炎的症状，是毋是正做扩大感染的关键？互外界是真烦恼。同时，因为病人增加真紧，适合收治这类传染病患者的负压病房数量是严重不够，确实被迫刷往一般的病房，佫可能互疫情佫较严重。所以，大区市政府下令全市1300多间幼稚园全面停课，另外252间的老人医疗中心有可能成做群聚感染所在。即马开始严格管制外来访客，另外全市将近250万的市民，市府也要求民众减少出外。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管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宣布，当地中国考察的国际专家联合小组今仔日会去到武汉调查疫病爆发的地所，来了解病毒甲病症有偌严重。The WHO-led joint mission in China has been working in Beijing, Sichuan, and Guangdong, and will travel to Wuhan tomorrow to continue its work at the epicenter of the outbreak. WHO 国际专家联合小组由美国、日本、南韩、新加坡、德国、甲罗西亚这国家各领域的专家组成，进前已经前往北京、广东甲四川考察，所以因为行程无安排，有百姓甲武汉这疫病上重的地区引起议论。他就在宣布专家小组今仔日会去到武汉，地使外界真关心。WHO 敢会当才更较侪第一手的资讯，互国际更加了解病毒摊开，佮有病症有偌严重。 中国这边现时已经有75000多人得到武汉肺炎，2200多人因为治病来死亡。但山东这天的感觉，嘛变有200多个患人发生群聚感染，赶紧消灭情形了。 中国国家卫健委21早起宣示，武汉肺炎疫情明显好起来，各地确诊甲观察案例等4个指标继续下降，出院病例数快速增加。也毋过，5百姓以外的地区连续16天新增确诊病例下降的纪录却破功，20增加到478例，主要是因为江家团区团体感染。山东临江江家通报207人着病，浙江12方江家也有34人确诊。 山东省司法厅长等2所在几名官员因为防疫不力落台。此外，四川卫健委证实，成都有1名确诊病人伫治好出院转去，伫过10天了后再度发病。二次感染武汉肺炎，相关机关已经接触病人甲家属进一步的隔离观察。
疫情源头武汉市开始实施双测温2报告制度，居家人员逐工早起下晡农场体温超过37.3度就爱通报。设置3690个床位，全武汉上大的根固热海封城病院20通过验收启用，原定21复工的5百姓加武汉市改为未当早过3月70，反正12点复工，学校是搁延后开学。全国各地近日出院的康复者，也陆续关心家己伫恢复期的会长，帮助其他病人治疗。中国科技部21宣示，目前有5条技术线，正公布研发疫苗，上近4月下旬宣布临床试验，也批准5个新药进入临床试验。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正在等待2种治疗药物的临床测试，预计搁3礼拜就有初步结果了。One combines two drugs for HIV, lopinavir and ritonavir, and the other is testing antiviral called remdesivir.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讲，中国新增病例继续减少，这个现象互人鼓励，也毋过也是未当大意，国际病例也有可能增加。即摆北京处理疫情方式受到各界批评。中国20届东南亚国协成员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疫情，互相团结。东协国家的反应也被看作是甲中国之间友谊的试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麦。头先来看《苹果日报》，日本甲南韩武汉肺炎疫情严戒，所以咱台湾对这2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的等级无定会搁再升级。另外，健保署会甲日本甲南韩纳入警示的范围，民众按这2国转来就诊者过健保卡就查有记录。刷了是联合报，健保署伫昨宣布，按今仔日开始，要儿童喙暗的血声放龄到13岁以下，也就是讲，民国96年以后出世的囡仔，儿童喙暗1礼拜会使买4袋。上尾的是自由时报，法务部17名检察长的人事大调动。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检察长、交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邢泰昭担任，六都地检署的检察长嘛当中换人。现时咱台湾北部表武汉肺炎诊断确定的病例，台北市长郭文德认为，无公开这层病例确实咧地所颠倒的，互民众愈惊吓。另外，台北市政府昨搁再公布一个伫厝检疫脱走的人，就是望民众到找。台湾确诊武汉肺炎的个案，2日下晡搁再增加2例，拢是第24例的亲人。不过中央并无公布确诊案例到底住伫咧北部的倒位，引起外界不安。当这是不是已经是社区感染？有医生背景的台北市长郭文特认为，新型的疾病一定会出现，就要一步一步处理，用健康的态度来面对。有人说公开会有引起什么恐慌疑虑？那问题是不公开，不是恐慌更多吗？我的医学知识告诉我说，社区感染一定会发生。务实就是说，你不要幻想完全没有感染，只是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个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做啊。随着要开学啊，就惊防疫的工课会破功。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会做好监测，随时应变。只有异敌从严，超前部署。不管是不是社区感染，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做防疫，才不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为着防止爱伫咧厝检疫的人四界拍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将上低的罚金1万块提升到20万。台北市政府21搁再公告一个居家检疫失去联络的人吴淑妍，以涉嫌用假身份调工无照实写入境的资料，请民众到找人。有台湾身份证从香港回来，但是目前找不到。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在进管的时候，他每天 check 那个海关资料的时候，可能跟检疫署可能要再 double check 一次，到我们地方上才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落差啦。那伫咧新北失去联络的居家检疫者关永安，21透早伫咧淡水去互警方找到啊，伊的身体状况无问题，不过因为伊无徛家，拍算会甲伊送去中央集中检疫的所在进行管控，也会邀请卫生局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国中国校2月25要开学了，不过武汉肺炎各地也侪家长烦恼疫病扩大，甚至爆发群聚感染，就近烧话。劳动部长柯秉春表示，无排除启动第2批的防疫照顾假，不过就搁爱联合各部会落去讨论。武汉
汉肺炎疫情一直拖，政府进前因应全国中小学，然后开学，好照顾12岁以下囡仔的父母用穿防疫照顾假。不过25中小学就要开学，真侪家长烦恼爆发互相收尾。劳动部长柯明春在立法院被询时讲，无排除发动第2波防疫照顾假。我们会不会有启动第2波的防疫照顾假？报告委员哈，因为这个我想不排除了哈，因为昨天教育部这边也因应说，如果开学之后，那么一般有一例哈，这个感染这个武汉肺炎的话，那可能全班要停课。柯明春讲，是毋是实施第2波防疫照顾假？等待跨部会讨论，交由指挥中心做最后决定。不过，台湾家长教育联盟认为，疫情奇怪多变，政府一定要启动第2波防疫照顾假，建议除了放宽照顾囡仔的年龄限制，针对开学了后，一班若是有一个去划掉，全班停课的防疫措施，嘛有更加严格判定标准。只有12岁啊，他只考虑到小学生而已。其实国中生恐怕在生活上也会遭遇到困难。科任老师可能一下教好几班，万一就是那个科任老师得了只有1个，恐怕那就不是一班的问题，可能是好几班，以至于说可能牵涉到全校都得放假。针对家长提出来的照顾囡仔，基本开销真多。另外质疑防疫照顾假牵涉公共防疫甲安全，是毋是互伊生活津贴？苏贞昌解释，毋是劳动部讲无爱互伊薪水，不过政府若是命令，一定爱互伊薪水，敢若亲像政府最好人，一定要增加头家负担，会尽量做到照顾劳资双方。记者综合报道。武汉县管家疫病的假消息嘛，第二摊，有高中学生为着要避人气，伫一款路影的社交软体放假风声，引起民众的惊吓。新竹这边有民众乱逼空军基地有人治病，但警察已经按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甲这人发办了。武汉肺炎疫情炭烧，造成大家心惊吓。也毋过，伫抖音上竟然出现武汉肺炎已经互台湾数百人死亡的假消息。警方调查了后发现，原来散布的人是一名高中生，为了冲悬点看率，才会传播关系武汉肺炎的假消息。也毋过，伊的行为已经犯法了，警方将伊送少年法庭审理。这名学生他就是为了要提升这个网络的这个冲量啊，所以说他才制作了这个不实的讯息。这名学生他表示非常的懊悔。伫通讯软体赖顶面，也有民众谣传，新竹市空军基地出现一名武汉肺炎确诊病人。警方接报了后，对此姓吴民众等5个人。姓吴民众表示是听客户讲的，也毋知消息到底是为什么所在来，只是提醒大家注意疫情。在昨天晚上通知5名涉嫌人到案说明，全案依传染病防治法移送侦办。原本好心提醒，却因为无确认消息的真假，互家己犯法。警方再次呼吁，散播不实的疫情，将会当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相关会当处300万的罚款，民众千万唔通以身试法。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风送头，入冬了后，就正罕得落雨，致使日月潭水库的水位大降低。高甲顶个月水位存745.5公尺。台湾电力公司表示，现时日月潭水库配合农业饮水甲发电的需要，去放水，雨搁落无够才来致使。不过整体的水量也是超过8成。日月潭的水，大家看到高只水蛤仔，民众讲看到高只水蛤仔实在真稀奇。不过也是烦恼，今年春天可能大欠水。台湾冬天本来就是干季啊，不过现在天气巨变，确实应该要再多一点水。附近居民讲，顶个月底7只水蛤仔已经走出来，最近水位已经降到745.5公尺，9只水蛤仔全部走出来。负责管理日月潭水库的台电表示，进前无什么落雨，加上这个月配合用水调度甲发电，逐工放流每秒15立方公尺的水量明显下降。整个蓄水量还维持在82%，那我们这个蓄水量还要再配合这个中水局啊水源调度啦。台电表示，虽然看到日月潭9只水蛤仔规走出来，不过抽水量也是有8成2，并不是代表水情无乐观。中区水资局提出资料显示，除了石冈坝甲雾城水库抽水量较低，负责强行大台中甲苗栗李鱼潭德基顶水库拢有超过5成5的抽水量。中岛分地区的河山甲日月潭水库目前供水无问题。以浊水溪的特性而言，比去年它的降雨状况还少一点。因为冬雨是比较少，配合我们湖山水库，
然后积极蓝和堰的联合运用状况之下，民生用水是没有问题的。中州水务局表示，每一个所在水系特性无同，目前大甲溪甲大安溪水量平均，暗过芦水溪水量较少，也影响流域的水库调水量。虽然民生用水应供应到5月底，暗过是毋是应缓解，就要看梅雨季节是毋是有落较济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南，伫台南市安南区溪南寮这带，这2当地有歹心的业者偷骗废弃物伫附近的农地甲鱼运，佮趁暗时烧遐的物件，造成空气的污染。附近的民众实在记载袂牢，甲市府反映，但却也是无改善。大量的营建废弃石架甲废弃帮膜被大卡车载过来等，佮透过空气镜头发现，对坑的场所竟然是农地甲鱼群至少有4个所在被乱弹。台南市安南区溪南寮附近的民众近2年受到非法业者违法污白坑，甚至火化烧物件，严重干扰生活甲环境。燃烧以后，那些粉尘它会落到周遭附近的这个农地或是渔温里面。首先来讲，对农地、对渔温都是不好的现象。附近民众私下搜证，并且几下摆向市府局处反映，也毋过无看到任何改善。款团指出，除了污染过滤、量产土地却囤入暗摩土、砖块架甲帮忙废弃物，也无看到土地变更使用，也是相关程度计划书。这个点里面呢，环保局呢，有2个点呢，按照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呢去开罚。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呢，是按照空气污染，因为它有焚烧的问题，所以用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范去处罚。另外一个点，我们后来也请稽查同仁呢去看，那今天也开罚。台南市环保局表示，针对这4处违规状况，已经依法处罚。接落来要杜绝类似的情况搁发生，市府会透过跨局处合作，加速查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汤圆。汤圆规划这社会主体，为着要服务民众带伫社会主体的需求，解决因拄到的问题，市政府成立社会主体服务中心。市议会3读通过社会主体服务中心设置自治条例，拍算伫今年年中甲服务中心成立好势，办理社会主体的招募、经营甲管理。汤市政府并说推设社会主体中路日和伫去年完工，拍算伫今年完成路德8德的兴建案。社会主体估计会阁增加1200外户。市政府为着要服务民众带伫社会主体的需求，解决因拄到的问题，专工成立社会主体服务中心，按算今年年中就会正式营运。那个成立的期间跟那个社会住宅入住的期程，所以目前我们预定是3个社宅的招租还是由住宅发展处来处理，那后面的管理维护总共1400户，我们依照他的人才招募的情形，交给我们的服务中心来管理。汤交代省市议会3读通过社会主体服务中心设置自治条例，成做台湾第1个成立社会主体服务中心的县市。市政府设立党干事会，办理社会主体的招募、经营甲管理。不过社会主体的正式规划也是交市政府主体发展处来发落。招租公告以后的作业，包括资格的审查、契约的订定含公证，然后还有后面的管理维护含找物管，还有后续跟民众生活期间一些小缺失的修缮，都由这个行政法人，也就是住宅服务中心来处理。汤市政府主体发展处表示，社会主体服务中心是行政法人，是公益单位，主要协助市政府办理社会主体的招募、收件、审查甲公告。嘛，服务带伫社会主体的民众，就是希望这些民众若是拄到问题，会当随找到适合的单位，甲问题解决落好势。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东北季风变较强咯，东北部地区会较凉冷，有寡地头无定会落雨，其他地区早暗会较寒。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8度；东部这边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3度。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